苦路14站，第一站，耶穌被判死刑。馬太福音27章22至26節記載咗主耶穌被彼拉多審判並且被判死刑嘅關鍵時刻。呢段經文揭示咗人性嘅軟弱、群體嘅盲目以及主耶穌無辜受難嘅深刻意義。彼拉多問群眾：這樣那稱為基督的耶穌，我怎麼辦他呢？群眾高聲喊：把他釘十字架！彼拉多雖然知道主耶穌係冇罪嘅，但係佢卻屈服於群眾嘅壓力。讓我哋反思到喺面對不公義嘅時候，我哋會唔會因為害怕群眾嘅壓力或者權勢而選擇沉默或者妥協呢？我哋會唔會願意為真理同埋正義而發聲呢？彼拉多洗手說：流這義人的血，罪不在我，你們承當吧。彼拉多試圖通過洗手嚟推卸責任，但係事實上佢作為掌權者有責任維護正義。呢一個正正提醒我哋，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嘅責任，唔應該因為外來嘅壓力而去逃避。我哋有冇曾經喺某啲事情上推卸責任，認為與自己無關呢？群眾高聲喊：他的血歸到我們和我們的子孫身上。呢一句說話顯示咗群眾嘅盲目同埋罪性。佢哋唔單止要求彼拉多去處死耶穌，仲願意承擔呢一個罪嘅後果。呢個情景讓我哋見到罪係可以點樣蒙蔽人心，使人失去理智。我哋有冇試過，亦都曾經因為自己嘅偏見或者情緒而作出錯誤嘅決定呢？主耶穌雖然係無罪，但係佢卻甘願承受呢一切，為嘅係要完成神救贖嘅計劃。佢嘅受難唔係失敗，而係勝過罪惡同埋死亡嘅開始。耶穌嘅犧牲更加係出於愛，佢為我哋承擔咗罪嘅刑罰，使我哋得以與神和好。呢一段經文讓我哋見到人性嘅軟弱同埋罪性，但係亦都讓我哋見到耶穌無比嘅愛同埋順服。願意我哋喺默想當中更深刻體會主耶穌嘅犧牲，並且喺生活中去學習點樣活出佢嘅樣式。